是不是走在巷口下楼梯时，常常突然一晃，你以为是脚没力，其实问题出在脑袋的平衡讯号。很多人跟我说，演艺师，我明明有在运动，腿也不算没力，可是为什么站久了还是会晃？我告诉他们，你的问题不在肌肉，而在于大脑跟双脚之间的讯号已经模糊了。就像手机讯号不好，你说话对方听不清楚，你的脑袋想要指挥双脚站稳，但讯号传不过去，脚就反应不过来。这不是失败，而是身体在提醒你，神经通路需要重新打开了。请一定听到最后，因为如果忽略这个讯号问题，下一次跌倒可能就在家里发生。很多长辈跌倒不是因为腿软，而是因为脑袋来不及告诉脚该怎么站。今天我要告诉你的，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，而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真相。你的平衡系统就像身体里的 GPS 定位系统，当讯号清楚，你走路就稳；当讯号模糊，你就容易晃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并开启通知，接收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关注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；如果没有，请打0。接下来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带你看清楚这套系统到底怎么运作，为什么会出问题，以及该怎么重新启动它。想象一下，你的大脑是一座广播电台，负责发出指令；你的双脚是收音机喇叭，负责接收讯号并执行动作。当电台跟喇叭之间的讯号清楚，音乐就流畅。一旦讯号被干扰，你听到的就只剩杂音。很多人以为年纪大了，平衡变差是正常的，但其实不是。真正的原因是我们长时间坐着看电视、用电脑，身体动得少，血液循环变慢，神经讯号也跟着变弱。在台湾，很多长辈习惯坐在客厅看连续剧，一坐就是2-3个小时。这段时间里，脑袋跟双脚之间的对话几乎是静止的。久而久之，这条神经通路就像没人走的小路，杂草丛生，讯号越来越模糊。但好消息是，讯号可以被重新打开。我们可以清除杂音，让脑袋再次指挥双脚。这不需要什么高难度的训练，也不需要去健身房，只需要在家里用正确的方式，每天花5分钟，就能让这条神经通路重新畅通。你不需要变成运动员，也不需要有多强壮的肌肉，你只需要让大脑记得我的脚在哪里，我的重心在哪里，这就是重新启动平衡系统的核心。接下来我会带你看清楚这套系统到底怎么运作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有些人练了很久还是不稳，而有些人只要做对方法，几天就能感觉到差异。我们的平衡系统其实是由3个部分组成的：大脑、内耳还有足底神经。这3个部分就像3座讯号基地台，彼此必须互相沟通，才能让你站得稳、走得直。首先是大脑，大脑负责接收所有的讯息，然后下达指令，往左倾，往右调，整重心往前，这是整个系统的指挥中心。第二个是内耳，内耳里有一个叫做前庭系统的构造，负责感应你的头部位置跟移动方向。当你转头、低头、抬头时，内耳会马上告诉大脑，我们现在在倾斜。第3个是足底神经，你的脚底有非常多的感觉神经，能够侦测地面的质地、坡度，还有你的重心分布。这些讯息会及时传回大脑，让大脑知道脚现在踩在哪里。当这3个系统讯号清楚，你的平衡就很好。但如果其中一个讯号变弱，就会出现静电杂音，就像收音机讯号变弱，你只听到沙沙声，听不清楚内容。很多长辈的问题不是肌肉没力，而是这3个讯号基地台之间的连线品质变差了。
可能是因为久坐缺乏刺激，血液循环不良，让神经的传导速度变慢。但只要重新训练这一条神经通路，平衡就会回来。接下来我会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让你看见这套方法是怎么帮助一位长辈重新找回稳定感的。我想跟你分享一位病人的故事，她叫张阿姨，今年67岁，住在新竹。张阿姨有一次在浴室洗澡时，突然脚一滑，整个人往旁边倒，幸好扶到墙壁才没有跌倒。但那次之后，她变得非常害怕，她开始不敢自己出门买菜，也不敢走楼梯，连站在厨房煮饭都觉得不安心。她的女儿带她来看诊，跟我说：“严医师，我妈妈明明腿还有力，为什么会这样？”我帮张阿姨检查之后，发现她的腿部肌肉其实不弱，问题出在平衡讯号上。我告诉她：“张阿姨，你的腿其实很有力，只是脑袋忘了怎么跟脚说话。”她听了很惊讶，说：“这也可以训练回来吗？”我说：“当然可以，而且不难。”我教她每天做3个简单的动作：站姿训练、单脚平衡，还有脚跟脚尖行走。刚开始他还需要扶住椅子，但2个礼拜之后，他已经可以不扶东西，自己站住做完整套动作。1个月后，他回诊时笑着跟我说：“严医师，我现在敢自己去菜市场了，也不会一直担心会跌倒。”这个故事让我深刻体会到，很多时候问题不在于身体老化，而在于我们忽略了神经系统的训练，只要方法对了，改变可以很快发生。严医师说，大脑的平衡中输在内耳与小脑，要靠神经讯号与足底感觉连线。这条神经通路就像网路线，如果灰尘太多，速度就变慢；如果长气不用，讯号就会越来越弱。我整理了3个讯号变弱的典型指兆，你可以检查看看自己有没有。第一，常觉得脚底麻麻的，这代表足底的感觉神经反应变迟钝了，大脑接收不到清楚的脚在哪里的讯息。第二，转头时容易晕，这表示内耳的前庭系统跟大脑之间的协调出了问题，讯号传递的速度跟不上头部的移动。第三，走直线容易晃，这是最明显的讯号。3个基地台之间的连线品质不稳定，导致你的身体无法及时调整重心。如果你有其中1项，甚至2项以上，那就代表你的神经通路需要重新清理了。但不用担心，这不是什么严重的疾病，只是讯号需要重新校准而已。神经就像网路线，灰尘太多，速度就变慢，用正确训练就能清线。接下来我会告诉你该怎么从饮食开始，帮助神经系统恢复活力。很多人不知道，饮食其实会直接影响神经的传导品质。神经细胞需要特定的营养素来维持正常运作，尤其是那些负责传讯号的神经纤维，更需要好的油脂跟蛋白质来修复。我整理了3大类食物，能够帮助你的神经系统重新活化。第一类，芝麻与坚果。芝麻、核桃、杏仁这些食物富含 Omega-3 脂肪酸，能够帮助神经细胞的讯号传递更顺畅，就像给电线图上一层保护膜，让讯号不容易流失。第二类，山药与地瓜。这2种食物能够补气养血，提供大脑跟神经细胞足够的能量。很多长辈觉得头晕、脚软，其实是气血不足，脑细胞能量不够。山药跟地瓜可以温和的补充这部分。第3类，黑豆与豆浆。黑豆含有丰富的植物性蛋白质，能够帮助神经纤维修复。豆浆则容易消化吸收式和每天饮用。这些食物不只对神经好，对整体健康也有帮助。饮食改变只是第一步，还需要正确的训练，
但如果你能从今天开始把这些食物加入日常饮食中，你会发现身体的反应会越来越敏锐。现在我要教你一套3分钟启动神经 GPS 计划。这一套方法不需要任何器材，在家里就能做，每天只要5分钟，就能让大脑重新认识你的脚。第一步，每早站姿训练，交叉站立15秒。早上起床后，双脚交叉站立，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保持平衡15秒，然后换边。这个动作可以唤醒你的足底神经，让大脑知道脚在哪里。第二步，午后单脚转头训练。吃完午餐休息一下之后，单脚站立，然后慢慢转头看左边，再看右边。这个动作可以训练内耳跟大脑之间的协调性，让你在转头时不容易晕。第三步，晚餐前脚跟脚尖行走5步。在厨房准备晚餐前，用脚跟走5步，再用脚尖走5步。这个动作可以整合大脑、内耳还有足底神经的讯号，让3个基地台重新连线。记住，每天5分钟，让脑袋重新认识你的脚。这不是什么困难的训练，而是一种重新唤醒的过程。只要持续做，你会发现自己走路越来越稳，转身也不再容易晃。这套方法已经帮助了很多长辈重新找回自信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一个常见的错误，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错误练了很久，还是没效果。有位林伯伯，72岁，来找我的时候很困扰。他说他每天都有在练腿、抬腿、蹲下、踢腿，做了3个月，但是平衡感还是很差，甚至越练越晕。我问他，林伯伯，你练的时候有没有闭上眼睛？有没有转头？有没有刻意感受脚底的重心？他摇摇头说，没有，我只是照着电视上教的一直抬腿。我告诉他，你的问题不是肌肉不够强，而是讯号没有被启动。你练的是肌肉，但没有练到神经系统。这是很多人最常犯的错误，以为只要腿有力，平衡就会好。但其实平衡不只靠肌肉，更重要的是神经讯号。如果你只是反复做同一个动作，而没有刻意去唤醒大脑跟脚之间的连线，那就算练再久也没用。林伯伯听了之后恍然大悟，他说，原来不是肌肉弱，而是讯号乱。我请他改变训练方式，加入闭眼平衡、转头训练，还有脚底感知练习。2个礼拜后，他明显感觉到差异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方法对了，进步就会很快；方法错了，再努力也是白费力气。所以一定要记住，平衡训练的核心不是练力气，而是练讯号。现在我把整套轻讯号计划整理成3个步骤，你可以照着做，每天只要5分钟。第一步，唤醒足底神经。每天早上起床后，赤脚站在地板上，闭上眼睛，感受脚底跟地面的接触，然后慢慢踮起脚尖，放下，重复10次。这个动作可以让大脑重新感知脚底的位置。第二步，重新校准内耳平衡。午后做单脚站立练习，然后慢慢转头，先看左边，再看右边，每边停留3秒。这个动作可以训练内耳跟大脑之间的协调性，让你在移动时不容易晕。第3步，整合行走动作。晚餐前用脚跟走5步，再用脚尖走5步。这个动作可以整合大脑、内耳还有足底神经的讯号，让3个基地台重新连线。只要5分钟，稳定感回来。这不是什么神奇的方法，而是科学验证过的神经训练原则。你不需要去健身房，也不需要买任何器材，只需要在家里用正确的方式持续做下去。很多人告诉我，他们做了2个礼拜之后，走路明显变稳了，转身也不再容易晃。这就是神经系统重新启动的证明。今天我们讲了很多，
但核心只有一个：不稳，不是老化，而是讯号需要清理。你的大脑、内耳还有足底神经，就像3座讯号基地台，彼此必须互相沟通，你才能站得稳、走得直。当讯号模糊了，你就容易晃，但只要用对方法，讯号可以重新清晰。谢谢你愿意投资自己分钟，让自己更稳、更安心。我知道很多人都在为了平衡问题困扰，但只要你开始行动，改变就会发生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上“讯号清晰”，喊我们一起让更多人重新找回平衡。也请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父母长辈看，因为他们可能也正在为了同样的问题烦恼。下一集我会告诉你会破坏平衡讯号的3种食物，很多人每天都在吃，却不知道这些食物正在让你的神经系统越来越弱。记得订阅频道，开启通知，我们下次见。